恭喜晒我 Con U 仔 ！click 得入嚟呢條 video，證明你已經收到2016年 JUPAS 放榜嘅通知，你已經成為我哋港大嘅一份子，你已經係一個 Hong Kong Uer 啦。未來幾年大學5件事，呢條 emotion carry 係咪好 sweet 啊？追！你今日第一日翻工，你刨晒啲筆佢啦。各種配搭任君選擇。啱啱成為 Fishman 嘅你咧，一定仲好迷茫，捉住呢種感覺，跟師兄我嚟聽一聽 HKU Red Day 終極攻略。今年 Red Day 係8月11、12號朝頭早9點鐘。Hong Kong U 點樣嚟咧？我已經準備好一紮巴士號碼，聽住啦，包括有呢個3A 呢個。喂，咁細張點睇啊？導演你係咪玩嘢啊？你準備好先叫我埋位啊！唔好意思啊，華仔，呢張放大咗㗎啦。你係咪要整巢啲嘢啊你啊？導演開鏡，Hong Kong U 點樣嚟咧？呢度一紮巴士號碼你自己 post 咗自己睇。Hong Kong U 地鐵站已經通咗啦，其實嚟 Con U 好容易嘅啫。Red Day 大概要帶啲乜嘢咧？身份證明文件、大量現金、學生相同埋要用嘅文具。Red Day 顧名思義係新生註冊日。喂，我個仔有冇殺人放火做乜嘢入冊啊？註冊你呢條友入嚟 Con U 啊！行 Red Day 要注意嘅嘢有5樣。University Faculty Department 外加 Society 同埋 Hall。唔緊要特登嘅，我等陣再講。行 Red Day 路線大概分4個部分。中 zero、1、2同埋3。哇！你講完㗎啦，好好地講嘢，做乜要用把刀咁樣捅自己啫？唔係啊，華仔，呢個新嚟㗎。新嚟又點喎？嗱，呢一 part 我出埋外嘅，你班 freshman 最好細心啲同我聽清楚。Zone Zero 綠幼堂。呢度係 University 嘅部分，你除咗可以註冊你嘅學籍之外咧，仲可以註冊成為香港大學學生會嘅會員啊！咁啊，成為會員你先會得到一袋由 SU 俾你嘅 Freshman Pack，入面有大量嘅單張同埋 list 嚟話俾你聽 Con U 有咩好玩啊，有咩好做啊！記住，帶多幾張影得你靚仔少少嘅學生相。我知唔係個個都靚仔啊嘛，I mean 靚仔啲，因為你張學生相會喺你張學生證上面跟足你幾年㗎。唔記得帶相嘅都唔使驚，因為 SU 到時會擺 proof 同大家影靚相㗎啦。Zone 1各院會及學術屬會註冊地方。呢一段啊，翹口又慘手，你叫我點讀啊？邊個寫㗎？呢度將會做埋你嘅 faculty registration 㗎。你讀 E 就醫學院，你讀 law 就法學院，你讀 BA 就文學院。讀醫學院嘅朋友會慘啲，因為你將要去到 medical campus 嗰度 work 㗎。但唔使驚㗎，因為 SU 呢度已經準備好 shuttle bus 送大家去 medical campus 啦。行到咁上下，大家要做嘅嘢只不過係排隊。大家最緊要聽清楚，着住呢件衫嘅 helper 嘅指示 ，wear 漏咗或者行到亂晒大龍咧，就大鑊㗎啦。Zone 2學生會大樓，呢度係 society 嘅地方。SU 旗下有好多唔同嘅 society，等我嚟講啲俾你聽下。Astronomy、Dance、Badminton、Christian Fellowship、Drum、Rotary、Choir、柔道、Athletic、Table Tennis、Photo、Magic。到時你咩都唔使做，因為有好多 society 會嚟 sell 佢哋㗎啦。即係咧，頭先嗰下咧，即係我推你咪縮咯。即係你做一個簡單派傳單咁樣，你真係下次再咁我揾人換咗你㗎。Zone 3邵逸夫平台就嚟到最重點嘅 hall 啦。超我都冇諗住住 hall。嗱，每年咧有唔少 freshman 咧，因為佢哋行到好攰啊，又或者佢根本冇諗住住 hall 啊，而冇行 Zone 3嘅。但其實啊，佢哋已經錯過咗 Red Day 最精彩部分啊。hall 咧我就識得唔多，今日我哋唔講其他 hall，淨係講一間 Lee Hysan。我喺屋企好食好住啊 ，Hysan 有咩好啊？問得好 ，Hysan 有咩好？你哋等我諗下先。又俾我諗到喎！今日就同大家講下，在香港大學的社堂競爭底下，Hysan 領先環球嘅5大優勢。相信聰明嘅你聽到呢度都知道我賣緊廣告㗎啦。唔好走啊！求下你哋。好咯，人嘅容忍係有限度喎。我盤條問題教導你哋，邊個有膽走？錯。Hysan 係一間男女同層嘅 hall，Hysan 好近醫學院又有無敵大海景，Hysan 都係一間相當自由嘅 hall，Hysan 都幾近運動場㗎，Hysan 有好多唔同嘅 team，仲有 C 隊添。咦，聽落又真係幾好玩㗎喎！等我入 Hysan 評翻個天昏地暗2046先。其實啲人講話住 hall 做咩都得，
天上有人地下無咁樣。可能你會話住到 hall 就會識到一班朋友，日日吃喝玩樂。但其實我哋着重嘅係一份友誼，一種責任，同埋一段段成長嘅經歷。咦？説話又覺得幾好聽咁喎！聽咗咁多關於李嗨神嘅資訊，如果想知多啲關於李嗨神嘅嘢，或者想嚟李嗨神睇下李嗨神係點樣要點樣做咧？我而家偷偷地話俾你聽，你而家最好揾字幕抄低佢。Red Day 嗰日你行到松飛，無疑你會見到一班人喺度大叫吶喊助威。呢個時候你千祈唔好驚，你要做嘅嘢就係大步霸氣向前行，直至你見到個紫色 booth 寫住李希神，你可以衝入去拎起蘇粉撩啲人講嘢。啲蘇粉攞唔攞得㗎？梗係可以啦。好。想嘅話咧，你可以行埋呢個 hall tour，去哈神打個八甲轉睇嗰度咩環頭。行得呢一個 hall tour 都唔爭，再去埋嗰個 flash camp，住足2日1夜睇下嗰個環境係點，人係點。厲害新 hall 啲人咧就好 nice 嘅。如果你當日有咩問題唔明，或者你太怕醜、太內斂唔夠膽同我哋講，你想去 flash camp 或者 hall tour 咧，都可以打電話或者 WhatsApp 以下呢啲人咧。記住 Red Day 準備好啲嘢，身份證明文件、少量現金。水啊、遮啊、防曬啊、腦啊，你自己諗下帶唔帶？嚟到 Zone 3，厲害神嘅 booth，自然有好 nice 嘅人嚟招呼你㗎啦。我哋到時見啦。喂，唔係喎，你呢度叫啲人嚟叫我，係咪另外計錢㗎？喂，我係導演，呢度要雙計喎，出外景啊！